多谢有受这个医美讲毛假药品，有一个小姐4年前接受小乳尖这个疗程，伊控诉讲伊去正规的诊所开6、7万块去买这个疗程，想不到呢，安尼发炎兼搁整起来，伊发觉讲伊做的是假货。针对这点，专业医师讲，这会使分做正品甲假的，就讲正货下骹是 QR code 会偏黄色，假是白色的。过来就是拍开了后，正货有 QR code 会当扫，你若无 QR code 的，都要特别注意。就是两边就是有肿块，然后会凸凸的，所以我脸看起来就两边法令纹的地方是凸凸的，但是有时候它还会肿起来。开6、7万买小乳尖的疗程，希望透过医美来改善疗本的问题，想不到会让叶边会延4年。我打完之后的大约3、4个月到半年，那段期间让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它一直反复的发炎，然后会红肿。然后一坨一坨的，然后我就找了这一家的老板，他们跟我说那一家诊所什么根本就没有跟他们进货。指控到合法的诊所，煞嘛是做着假货。当事人2020年做2剂小乳尖，3个月后红肿肿阁未消，回诊嘛无改善，半年后发现诊所倒去，才发觉是假货，害着甲起。严重的肿胀、严重的红，然后甚至有一些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化脓的情况产生，甚至有的人会伴随严重的疼痛。那么看起来像蜂窝组织炎这样子的情况，几乎低于2万5的，就要开特别小心了。正货小乳尖内底是30%的 PCL 和70%的 CMC， 刺激睾丸蛋白增生。假货是有麦肯的杂质，甚至是茶糊啊，究竟是加一雪啊睾丸蛋白补充。真假要如何看？其实为外观就当分辨。正货会有明确的中文翻译品牌名，底部的 QR code， 真的会是偏色，假货是纯白色。过来就是拍开了后，正货会有 QR code 会当扫描。若是无 QR code， 或者是扫完无出现诊所的名称，都有可能是假报货。等待一下哦，医美真事件，嘛有少年普遍坏出势，提醒民众爱水同时，目睭嘛爱闭好大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